上午高愛班畢業生鄭少君、彭思雅、黃旭賢、周卓南、黎淼淼、黃子瑜、盧慈心、陳定賢、何意樂、邝俊熙、樂思雨、蔡安娜、蘇子瑤、金宇、廖嘉娜、鄭子月、孫婷希、吳日軒、梁正賢、馮卓希、陸正賢、温思雨、黃葉橋，由吳日軒同學代表接受。請各位一同拍照留念。小朋友，我哋都一齊講多謝。最後係第4組嘅。